門前有棵羅控松，一世唔憂窮，而且3棵咁多啊！樓下就有落巴，直駁翻到港珠澳大橋，都可以直通翻香港噶。距離屋苑2公里咧，就係我哋嘅北山大院啦，係清朝遺落嚟嘅歷史文化嚟噶。而且隔籬就係華發商都，想買咩嘢就買咩嘢，想食咩嘢就食咩嘢。屋苑對面咧就係一個超大型嘅滑雪場，珠海唯一一個噶。嶺南風情嘅園林小區，仲帶埋個下沉式嘅會所，充滿書香嘅會客廳，3、5知己一齊嚟飲茶都係唔錯嘅。得閒嘅時候咧，落嚟健下身都唔錯。如果你太太嘅話，瑜伽房都配埋俾你。365日為業主而開放嘅恒溫泳池。得閒嘅時候落嚟打下波唔錯喎，而且唔使出門，落樓就可以睇電影啦。此時此刻，我想吟詩一首，可惜文化有限。古色古香嘅嶺南風格空中花園，仲係準現樓。呢個戶型係88平方嘅3房2廳2衛，做咗封箱設計，可以睇到我哋嘅嶺南風格嘅園林。仲有在售戶型76平方嘅3房至到170平方嘅4房。麻雀雖小，但係佢5臟俱全，3件套都係老闆品牌。呢個櫥櫃咧就係澳牌品牌嚟噶，預留埋冰箱位，交付嘅時候呢個趟門都係交付俾你噶。套房設計嘅主人房，交表嘅時候預交出交付俾你。衛生間呢度係所見即所得，包括腳下嘅踢腳線都係鋁合金嚟噶。呢間房細咗啲，可以作為你夫人嘅衣帽間，亦可以作為你嘅辦公房。270度嘅飄窗位，兒童房啊，細蚊仔最中意就係呢間房噶啦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話，快啲揾 Coco 帶你實地考察一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